好，欢迎收看上界好看的。为山为水为玲珑。是啦，我是咱大家好厝边，我是主持人蹦恰恰。大家一定话，一定话，公共场所挂嘴啊，你就免错，感恩感恩。哎呀，小大家小看到这个厝的吼，自这个出道以来，唔捌才散过。今日咱来看到迄个特别来宾，咱就想到伊句讲对我吧，大家对我好，你讲好唔好？台语有偌好听，好听；台语有偌水，水啦。咱现场咱台语文的这个教务主任来，欢迎郑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欢喜主持拢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仔日来宾，你对伊印象安那？我对印象足好的啊。因两个吼，伊这个即摆要用台语自我介绍，但台语会通袂通我毋知。咱为这个平常时啊，有咧看伊盘，有咧看伊电影，这位小姐你开始，请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了不？大家好，我是林武酸。我平常是林武酸，你要甲啥酸？酸，林武酸。酸酸团的酸，林武酸。酸进店呐。酸啊，系啊，对酸。酸对不？对啊，酸。伊厉害呢，伊遐讲武呢，读文音呢，唔是好酸呐。伊厉害，林武酸。河酸，出来第三集团，一个河酸，一个河衣，跟一个河满。个一个小弟叫河的。好帅哦！好酸，对。哇，那看你演出足济吼，无啦无啦电影顶头内底安尼下叫安尼。嘿啊，哎，台语那你倒位啊？我台北人。你台台北大汉的。哟。嘿，啊，厝内底是讲台语啊，毋过我细汉时阵无啥会晓讲。啊，就是甲阿嬷，连甲阿嬷讲电话拢安尼巴里巴告，啊，毋过巴里巴告，这是阿嬷甲我讲的。是的，这句话大概这三件。巴里巴告。我安尼活到60几岁，第一件第一件第一巴里巴告。先买巴鸟。请，你。老师，巴里巴告。无你家己先写，你家己先写。我毋知要安怎写。我插你。巴里巴告。巴里巴告。意思讲，伊台语较早讲了哩啦啦个意思，可能是安尼啦。但是因阿嬷拢甲伊讲啊，你台语安尼巴里巴告。阮阿嬷毋安尼甲我讲过咧。啊是你阿嬷是原住民。无啦。老师。麻烦啦吼。做麻烦呢。不过这有时候做一个意思吼，拢是人咧讲的，毋是迄字无一定对得着。毋过咱普通是咱台语的巴吼，我甲你巴落去。哇，包嘿巴，所以应该是巴里巴告。有时像咱像讲吼，穿衫穿甲啪里啪里，啪里啪里，迄其实是为倒位来？迄日本时代吼，巴黎啪里。巴，所以穿甲啪里啪里，迄就是讲我你穿甲做啪。芭蕾意思。芭蕾根本是芭蕾，毋过你写字足奇怪，所以你巴里巴告像阿嬷嘛，可能这种意思啦。你讲这个囡仔吼足外骨啊。你阿嬷还佫伫。阿哥伫。我毋是意思啦，阿嬷还佫真清楚嘛。系啊。后礼拜请伊来。哦。我请伊来写巴里巴告。你写袂出来啦。我后壁要研究啦吼。对，嘿。感谢老师。多谢。最近佫有无用啥物吧？最近就是无用另外一出舞台剧。搞你讲嘛。叫做歌，再见歌厅秀。就是一个歌厅秀的歌女歌手安尼。啊对，我有去看。你有去看啊？系啊。系啊，女主角拢女主角。好来，下面咱就过年啊，请你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叫做小乌猪。
下乌珠，谢雨之，今天下乌珠，嘿，乌珠，嘿，啊，毋过因为足歹讲诶，啊，我就大家拢叫我 Dora 啦，Dora，嘿，啊，我即马就是咧外景食物件，食足济，足好食诶。这外景这部主持要有条主持件啦，一直吃，啊，就讲硬个，啊，又水啦，嘿，手安尼叮当，啊，我要足大喙，我爱咬讲。嘿啊，嘿啊，这最好食迄个入口即化啊，嘿。是，咱为你名小讲，你拄讲你本名叫啥？我听无。下乌珠，是穿的一种叫乌兹冲锋枪。是啊，迄是迄落雨的迄个雨啊。你嘛是雨，嘿，我嘛是雨迄个雨啊，我讲有拄则才知的。我都甲爸讲我下火鸡啊。火鸡就歹听呢。火鸡。因为我的名，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第三字什么？嘿，迄芝麻的芝。芝麻的芝哦。鸡呀，鸡呀，三鸡的鸡啊。乌鸡，哎，鸡。乌鸡，嘿啦，雄风前面，就歹听，就用英文啊。假乌鸡，假乌鸡啦，啊，真有钱啊！假乌鸡，真的。哇，老师厉害！以后你来介绍，你讲我真有钱。哇，我见得厉害呢，厉害！因为阮爸爸是香港人。香港人。香港人。你爸爸香港啊？讲我是听唔识讲啊。你识听唔识讲啊？你讲少少啊？讲咩嘢啊？少啊。所以恁兜是算讲恁老爸是老爸是香港人，妈妈是台湾人。我自细汉住伫台中，即马住伫淡水。够复杂诶。系啊，就点诶。啊，但是你外景是讲国语诶，讲华语诶，讲。国语，若讲台语，我即马可能无看过啊。无一定啊，你即马或者今日，即马惊讲你才有一半真好食物件，啊，你用台语安尼，介绍讲这有够好食，安怎，预备开始。好，来，这就好食的，就大地食就饱的啦，就大地食就饱，绝对会食会饱啦。无啊。无啊，安尼袂通啊！哦，就难嘞。什么水的滋味伫个嘴内面的演怎，因为胃安尼嘴内慢慢啊胃片孔里胃顶管你所以个脑，爱即款的啊。淡薄甜甜，淡薄咸咸，搁一个咸咸，这是什么物件呢？就好杂，不过就好食的，让人魂牵梦萦，口水开始。就难的，好，就难的，你介绍的。我算用。跟他我这样。袂歹有机会。来啦，今日要来考验台语吼。哎呦，就不客气啊。无，甲大无共款。今日要考叫做塔字。塔字知意思无？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两个字工作会。就嘛是同款的字工作会。我跟你讲哦，共款的工作会代志是毋是外人所想这么简单的？两字音会无共款，你敢了解？对，会变音。会变音嘛？这款代志要请老师甲恁解说一下。来，老师。咱台语的贴词是算一个特色啦。贴词。像讲咱芳，这物件做芳。不过吼，咱若讲要形容有较芳，咱讲芳。你注意到这两个声调无共款。你袂讲芳。因为芳较悬，所以头前迄字比较爱较低。所以变芳，音调有一个关键无共的变化，像讲草嘛共款，草较低，啊头前迄字就爱变草较悬，草，一个面啊叫草，这物件拼起来芳，所以咱是咱台语的特色啦。感谢老师的解说，安尼清楚啦吼。塔字就是音无共款，但咱今日要讲要考的塔字是甲人有关系。人，你袂用干来讲两字，你来讲譬如讲，伊啉甲哎哟，伊啉甲水茫。袂用干来讲迄两字尔吼，甲情绪甲人有关系，心情啦、是外表啦等等。老师来考，
我说叠字啊，我讲我真正 keep put。对的。我说叠字啊，我讲伊的面凹嘟嘟，凹嘟。我说叠字啊，我说撒奔坡白泡泡，这怪怪的。老师，撒奔坡白泡泡。白泡泡有啦，像讲伊皮肤吼白泡泡，对幼咪咪，对哎，不过咱主题是要讲甲人有关的吼，所以来讲哦，伊的皮肤白泡泡，幼咪咪。所以你有一个朋友叫撒奔坡就对了。我想讲这边白色的撒奔坡白色的，人叫什么喷嘛？干嘛嘛袂歹，谢文坡。好听。无你想你白泡泡保留啦吼，你想一个物件头前。哎，1、2、3，哎，我说叠字啊。我说我心肝头如苍苍，哦哟，如苍苍吹碗过呢吼，白泡泡如苍苍，你好袂？好来。哦，我说叠字啊。我说我就拍摄平安昂。潘红红，水来，这两个上个优秀的学员来。我说叠字啊。我的面夹到提顺顺，哎，我说叠字啊。伊逐工激甩甩，酸哦！哎，我应该甲你先，上门买个加钱哦。先一年无偌济。真正是足够。克力。做功德啦。酸咩那些？哎，是不是前老师有教过？我有像过呢。哎，酸敢若无哦。老师，咱有酸啊，咱无讲酸。有啊，我妈妈拢安尼。有啦，因为足侪有啦，就像咧巴里巴教这吼，有时足侪语言吼，拢有咧讲，毋过你要真正要甲文字化吼，有时有较难。好来，有音无字啦吼，酸。哎，我说叠字啊。我讲感冒能搞搞，对啦，能搞。哎，我说叠字啊。我感冒嘛，刚刚嫩哥哥。你两个能做会。我是你为的啊，你甲为着。不是我多想到，啊，咱两个拢想嫩的哈。冷诶。你讲能搞，你讲嫩哥哥。可以当软烧烧，软烧烧。哎，是不是形容的物件无共，用的字就较无共，对不？咱有咧用啦。哦，拢有咧用。像迄红菇粿，好。软烧烧，软心。哦，哎，莫去讲啊！完了，后壁拢爱讲冷哦。无，唔是，这嘛是甲人有关系。物件以后再拍上。我嘛，迄个色彩。爱讲人。人，你好不？好哈。我说叠字啊。我讲我感冒发烧烧滚滚，烧腾腾。我烧滚滚。烧滚滚惨啊呢！你几百块呢？你袂当明白一定是烧腾。烧腾腾啦！哎呦，你烧腾腾啦！你下头哪会烧腾腾啊？哦，伊下头啦烧滚滚就厉害啊！哎呦，那应该腾腾干唔好？哈？该腾腾。来，我说叠字啊。我讲我感冒发烧，规身躯烧腾腾。莫一直讲破病啦，好吗？不要一直破病过来。我说叠字啊。我说我的性得拍鸡鸡。对吧？拍鸡鸡啊。拍庆庆嘛。哦，拍庆庆哦，不是拍鸡鸡哦。你是拍鸡鸡吧？好听。那是咧面前人讲生，生个咧摆鸡鸡。哦，摆鸡鸡，我生个摆鸡鸡。摆鸡鸡，莫看我好唔好？嘛，迄无较好听啦。咱讲拍庆庆，我无。拍庆庆，好。来。我说叠字啊。我说我的性得拍庆庆。庆庆也是啦，庆庆。我来，我说叠字啊。我的身躯打死了，胖公公。我说叠字啊。我讲我笑甲嘴啊利西西。这搞。你给看嘛。硬西西啊。那够高呢。我说叠字啊。我
讲拳头定曲曲，拳头拳头来唔当想，对，拳头定曲你曲。想起的情形，拳头。但你情绪爱来者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讲拳头定曲曲。所以啦，安就好啊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讲伊食甲肥猪猪，规这这，我说叠字啊，袂使哦。我讲伊的姓得呛牙牙，气压压，气牙牙，气牙牙。我说叠字啊，啊，我的心肝乱糟糟，哦哟，乱糟糟，心肝一般乱操操，乱操操，哎，心乱啧糟糟，啧，心糟糟，乱操，心糟糟头都有人讲啊。诶，我讲鲁昌昌，鲁昌昌哦，我的心肝乱操操，老师，乱操操，心啧啧，嘿，哎呀，哦，可以嘛？可以啦。耶！我说叠字啊，你莫大家拢结甲兴气气，哦，硬气气，我意思哦，我说叠字啊，啊，我的头毛碰腮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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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叠字啊，啊，我的巴肚食甲大颗颗。是现在一个字都袂使安尼用，好不好？大扣扣，大颗颗，巴肚食甲大颗颗是大啊！口袋嘛？你大口袋，无大得，呆呆，我报道，肥猪猪，哎，你有不知人被这讲过，讲过啊，换一个，我的笑容低不不，哦，敢会使安尼用？我说叠字啊，我讲我的笑容低不不。啊，你不要拿笑，哎，袂歹哦吼，我说叠字啊，啊，我说我这个人生甲用恰恰，就等咧，用咔咔，用恰恰，用咔咔，用咔咔，咩啊写？唔知阿妈讲的，你跟阿妈讲的，什么代志？拢听阿妈。台语拢阿妈教的。老师跟我用咔咔这款的讲法，咔咔其实是用确实的咔吼，嗯，甲照音来，就这里字音。嘿，哦咔咔，哦哦咔咔歹唱唱嘿，哦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说我大家拢想要食粑粑，大家拢想要吃爸爸，食粑粑敢会使？呀，伊咧做迄个外景节目，嘿吃爸爸，吃爸爸，吃爸爸。我说叠字啊，我讲伊的头壳光溜溜，光溜，台语较无光溜溜啦，光溜溜。听到。咕溜溜，滚溜溜，伊的头壳你是讲伊？汤甲光溜溜，毋是光溜溜安尼讲。无啦，啊，那头壳光溜溜。疼的，这辣的啦。你先我听较光光，光溜溜啊，光溜溜。无就光溜溜的啦啊。台语一定讲啊，你来听较光光啦，哦，更更更更是两字。光光两字啊，光光光，光两字啊。毋是光光光变做光光。更更迄机车啦。嘿，光。你大概是要对一个啦？哈，你对一个？光溜溜，光细细啊，细细，光细细的大概光细细安尼，是哦。光细。啊，还是光金细细影影，嘿，金细细嘛。哦。来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讲伊的头壳金细细，金细细，金细细。我说叠字啊，啊，你看起来老酷酷，你讲我？你是看这边？我看起来老酷酷了，我讲我，老师，你讲咱两个？哇啦，我伊讲你，尔无讲我啊，嘿，我讲我啦，好啦，老酷老老扣扣，还有一个是我老默默，默默，老老某。某某，老默默，哦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讲我规个人神丢丢，神丢，你台语呢？神斗斗软狗狗，无咧神丢丢的。神阿妈教的啦。等下碰过，伊敢袂是讲唔对，啊，就讲是阿嬷教。对。你是来骗的啦，你阿是来骗的。妈讲我是今仔日规个人神丢丢。啊，是要讲神道道讲噪音去啊。我知哦。可以，普通是讲先斗斗软狗狗，对啊，能搞搞啊，。伊这咱们是要尊重，因为有时做者老大人讲话讲的吼，变做伊家己的 style 就出来啊。哦。哎，想要拍你拍狗，这家传啦。等于甲恁阿嬷讲，公共电视台台语台画山画水画玲珑向伊致敬。神丢丢，神丢丢，丢丢就厉害。最后一条互你。哦，来来，我说叠字啊，我说伊的手摸起来粗白白，
粗白白，粗白白啦，粗白白哎粗白白你望看卖你就知。嘿哦，我的手就是粗白白迄款啊。啊，足有的啦。有明明的手啦，去教。你哪会讲啊咧？马蒙一个。哎喂，粗白白。粗白白。来。你人事的是安怎请个即款扫涂骹咧？也甲伊扫帚啊、细机啊，你人遐高遐啦，袂啦，我是肯做的啦，啊我是肯做的啦，嘿啦，局长啊，我一个机会啦，我补一个。我这边问恁讲，最近咱的管区内底到底有发生什么案件？我们报过来听看卖。哦，报告局长，今仔昨下晡吼有发生一件流浪狗假伤的事件。狗家人的这种代志，安尼你联络迄什么动物这款单位相关单位，只狗掠掠去就好啊。对啊。啊，毋过迄种假伤的是狗，毋是人啊，人假狗啦。喂，嘿啊，人家狗，哎呀，有这款代志你嘛？啊，就因为迄只狗闻到 Andy 的鸡腿，感觉足香的，就夹一喙啊。啊 ，Andy 吼都足受气的，我夹迄狗夹转来，伊讲这号做吼一家拼一家。哎，伤下。我小，我是你讲的这个 Andy 是人，嘿对是吧？ ，Andy 是一个人，算狗啊受伤就对啦。嘿对，是。哎，好，狗若受伤，这个狗的权，狗权咱嘛是要维护啦。你只狗啊，讲有要甲 Andy 提出这个要告 Andy 讲伊伤害无？Andy 吼讲愿意用5支鸡腿来做赔偿，啊，伊只狗吼嘛已经答应要和解哦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你是听有狗啊咧讲啥就对啦。当然听无啊，我请的Google 翻译的啦，迄通的，系啊，Google 厉害呢。你毋是等问恁阿嬷哦？什么拢不来嘛。嘿啦，阿嬷嘛是会使啊。假期 Google 啊，我都讲狗的，好啦，安尼这代志算假，佫有其他案件无啦？报告局长，佫有一件哦，足离奇的掉插头的案件。有插头。外离奇。哦，讲来听看嘛。啊，就阮巷仔口王党因厝内底吼，前2工掉插头，啊，毋拿钱甲落嚟去互抢去，啊，连迄双门大冰箱内底所有的物件拢去互食了了啦。现场哦，敢若剩一块安尼，去互加过的法国面包啦，啊，其他的线索什么指纹啊、卡印啊、头毛啊，拢找无呢。真正加过呢。系啊，哦。嘿，是有只枵哟。为冰箱，迄双门大冰箱，迄是足大卡的冰箱。食开了。食甲打过安尼，食甲纯过，水无浑，无流甲半点仔线索。这确实有离奇，这条案件才歹办。局长，你叫我害我日本人。我叫你唔免烦恼啦，你放心，因为吼，这个材料我已经甲伊掠着啊，而且伊个伫咧徛伫门口口等，你要请伊入来无？来，请坐。首先，多谢你配合阮办案啦吼。袂啦。你警方办案拢需要这个民众大家安尼下警民合作嘛，才会较紧破案吼。啊，请问小姐，你是要称呼啊？你甲迄个王党的到底是啥物款关系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是 Dora，我是王党的秘书。王党的秘书。嘿。就秘书。 2天前，你敢有去王党的引导？无啊，我去南部做工课呢，无伫个啦。哎，局长啊，迄天我去倒粪扫吼，我有看到一个吼，对王党领导安尼鬼鬼祟祟安尼走出来啦。我想起来了啦，王党迄天吼打电话互我，我已经要坐高铁啊。伊甲我讲吼，我假使袂记关，我紧去。一般拢是搭高铁吼，嘿，袂坐高铁。你坐咧高铁顶悬，坐高铁，搭高铁啦，嘿啦，搭高铁啊，王党都嘿搭高铁啦。王党打电话。王党打电话来讲，伊假使袂记去关。 嘿，我紧佮甲关落，因为吼，除了讲工课的代志，伊的厝内底诶，啥物代志拢互我处理，所以讲我去因兜
就敬雄诶。哦，所以你这个秘书的工作算真重啦，吼。嘿啦，就有赞。王党的引导啦，讲啥物狗仔无饲啦，还是讲家属无乖啦，还是心情无好啊，还是讲要掠人。嘿，俩丁啊，好不就就讲无好讲啦。是，你安尼讲了真正要斗啊吼，枵无？不你这个哎呦先食者啦啊，吼。这你食过哦？那有啊，把验着机哈。嘿啦，一支就对啊啦。哎，是无人吃过啦。哎，先食者，先食者，你咪佫继续办啦安尼。对对对。伊嫌伊烦，你佫请食胖，你是捌一讲吼，我当然知影嘛。嘿，无啥喏，解除伊的心防，解除心防。哦，你即马会食物件，无形中伊的胖安尼加来加，就喙齿粉就会走出来。连你甲第你咧比对，就知影是毋是假呀？哎呦，叫英明啦，英灵是红的还英灵，爱细细叫英灵。英明你讲安尼，我会想到我少年时阵，你少年时。什么味？吼，啊这吼有当时哦，啊，你这好歹食了好食好食好我们啊，你那搞谁讲啊？我来一喙落，无啦无啦我今日伤大颗啊！对对对。你甲看啦，这胖有无？正平下骹这个躯气，是什么叫做苦气？躯气就是旧词，嘿，躯气、上气。哦。正面这精气，嘛欠一角。哎呀，而且伊困的时阵，佫会加牙起筋。哎呦，这甲犯罪现场，你看，这地一模一样，迄起魂一模一样，犯人都是伊啦。是安尼你也看会出来哦。有啦有啦。为着要慎重起见，敢过其他的线索啊？迄个犯罪现场哦，唯一的出口，就是迄铁棍门派去的卡掉，敢若什么门啊？铁棍门，铁门都铁棍门，是几条会呢？更的迄种啊，电动的迄种啊，遐派去的卡掉啊，敢若剩一旁尔，咱会使来试看觅，看伊是毋是会当过，伊若会过哦，反正就是。真好真好，你这个做想法真好。伊讲迄剩家家尔嘛对，啊，我都2个人安尼对啊。哎，你2个啊？报告是。拄啊，迄个互我去准备一下哈。好是。啊，来，小姐食饱啊吼。食饱。多谢你安尼配合办啊，来，先生。来。啊，要来走啊，迄。没来，无，遐济。这是安尼啦吼，食饱，咱来鼓励大家安尼较白小看，好来鼓励大家小运动一下，健康。吼，啊，即摆流行的啊，吼，即摆是啊，什么咧马甲线啦，有无吼？什么咧什么几块肌啦、6块肌、8块肌的，什么蚂蚁腰拢总有啦吼。那咱即摆逐工安尼哪练哪做哪练做咧身材咧好起效果就足赞的呢吼。好啦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好来，一个来。袂歹。哎，你行过呢嘛？好来，继续休假。我买哦。好来，好，别过，来换人。你变吧。小姐，你的骨头真正有力，这叫做正义充分。真正犯罪人就是你。你唔那甲王党的钱甲路里拢偷入去，甲伊呢因兜遐尔好食物件拢食了，就当作规冰箱当作白费共食甲清气。你真正是活鱼见水。有第2句俗语，请了，为只等。好来，啊，即摆是安尼哈，即摆是安尼哈，这个时阵大家这个小运动一下吼，食饱运动，对身体健康拢有帮助吼。因为大家即摆流行的什么马甲线啊，什么蚂蚁腰啦，吼啊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哎，老师音乐甲倒落去。小姐
腰真正有软的啦，哈，安尼叫做竞技强魂。哦，就是你。真正的凡人就是你。你唔那甲王党的钱甲伊努力拢偷得去，甚至将因兜迄个高价食物因兜冰箱当作白费啊，食了了。你真正是饭店兼掠灵，拍破过来。来，请。今仔这歹药啦，第一句叫做蚵仔鱼浸水。浸水，老师，浸水意思是啥？逆流而上。啊，逆流而上。蚵仔鱼浸水，第二句叫做饭店兼掠灵。来，因为拄好迄个情形，第一句请举手。无人举手，敢若班长一卡。因为无人举，所以我想要试看卖。我哪举？我是感觉我同意伊的选择。你同意呢？所以你本身无意见。我想无，好，想无你两换位啦。可差不多迄个意思蚵仔啦。鱼浸水嘛，对啊因为蚵仔鱼啊，浸水嘛。伊想就的，是这简单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拄好两个查甫人，加四个女士又无共款，所以恁要的拢是这个饭店兼掠灵。来，你的想法是？我就是想讲，伊都甲迄王党的因兜当做是饭店，啊，搁去内底搁食饱费，就敢若是掠灵，啊，我啥物拢有，安尼。我本来是听到怪怪，但是搁不了有理。嘿啊！你要等敲电话问你阿妈。你的想法？我嘛是感觉哦，这敢若有一种一兼二顾，帮大家兼洗裤的感觉。是哦。嘿啊，都是啥物拢有啊。老师，蚵仔鱼浸水吼，浸水就是啊逆流而上。其实哦，毋若讲伟人看到安尼吼，下指员讲后摆我要做伟人，其实这是自然真很正常的现象。因为你逆流而上的上手氧气会较济，所以这是真正常物件。像蚵仔鱼就是乌鱼啦，同齐差不多这时阵拢会走来咱台湾，啊遮下卵吼，所以这对于咱台湾的农业发展嘛足重要吼。对。所以蚵仔鱼浸水就讲唔认输啦，逆流而上嘛，唔认输。啊，若饭店兼掠灵吼，因拢讲啊足好吼。其实就是讲，咱住饭店本来就是要休困，啊，结果饭店内底可以当掠灵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无人兼洗裤。番薯狗搁兼种哦，番薯狗因这番薯是一零，中迄个所在吼，拿来种蚵仔，番薯狗兼种哦。你看伊足巧，去共偷地人的物件，搁顺便共食食安尼吼，一兼二顾吼，一大工做足侪工课，所以应该是饭店兼掠灵。这两个查甫家己检讨啦，哈。啊，咧对唔对？无重要，了解两句意思来拍破鼓励，感谢。吟诗作文尽作为，这首诗这首台语诗非常的水，是，敢若名字水的叫芹花，一个齐晶晶老师所写。芹花就是昙花嘛，老师。对，咱讲吼，芹花无一暝。亲像芹花无一暝。对，因为芹花开的拢是暗时啊，开了就无啊，所以要看芹花开花吼，真罕得。所以伊这是写迄个芹花的心情。迄个哆啦哆。嘿。来，你试一个台湾嘛？你试一个。咱抱着外公会行，外公会行。你捌咱抱外公会行？安那外妈？外公。继续。外公会行，你的形影住阮的心肝院。哟。冲来冲去。差是滴啊。自然的发挥，敢有屠宰取刀，敢有屠宰取刀，你的心肝底，若无伊就会做着歹皮光的日头。这是啥物字啊？塔的演去。你是用香港话啊？你是去山东人啊？山东人。这老师若听到真系会晕呢。我看唔免搁请别人啊啦。老师你来拜托。咱抱着月光的行，你的形影伫阮的心肝院，撞来撞去，思恋的花，敢有散在去到你的心肝底？
若无，伊就会对着泡芙光的日头，豆豆啊，豆豆啊，冷气。咱来小解说一下吼，或者个学员知影者，中来中去，中来中去。中来中去。来，这两字叫做刷栽，咱为遮甲花刷去别边，咱讲树栽嘛，树栽，刷栽，迁徙的徙嘛，刷栽，刷栽，刷灾，那无伊就会来，这叫做对，对，对这三字，拍蒲光伫天拄啊光的时阵，日头拍蒲光嘿，啊嘛讲啊麻布光，拍蒲光麻布光安尼哎，吼。华语叫做东方土鱼肚白，拍蒲光，这叫做豆豆啊，豆啊，冷气，冷气因为一暝开火了就冷气嘛，吼，安尼知影吼，叫着吼，高酸小姐，嘿是，来，请你一位，麻烦你将所有上水的声音、上较好的情绪，甲念出来，来，请了。等抱着月光的行，你的形影伫阮的心肝影啊，撞来撞去，思念思恋的花，敢有山栽到去到你的心肝底？若无，伊就会对着拍不光的日头，豆豆啊，豆豆啊，冷气。感谢，念了非常水，嘛感谢大家收看。画山画水，我的画玲珑，谢谢。